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vin。今期同大家介紹嘅單位嘅話咧，就係位於西區嘅呢個時代美神啦，一個116平方3房2廁南北對流嘅舒適戶型啊。先從入門處呢邊咧係俾大家睇睇嘅。入門口呢邊嘅話咧，呢個空間可以係擺鞋櫃啊或者鞋架嘅。呢個位置咧就係公共衛生間嘅位置啦。見到梳妝鏡啦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，新淨度 OK 啊！嚟到呢邊客飯廳嘅空間啦。飯廳呢邊嘅話咧，有一張4人嘅長形餐台喺呢一度。過到嚟廚房嘅位置，廚房係一個 U 字形嘅間隔啦。呢度有一個雙門雪櫃喺呢一度，抽油煙機啊、煮食爐，新淨度 OK 嘅。呢邊一個明窗啦，雙水槽嘅星盤，仲有呢個消毒碗櫃已經配備好啦。生活陽台呢邊咧就朝南向嘅，光線非常之好啊。咁再俾大家睇下佢呢邊嘅呢個空間啦。呢個位置係可以擺洗衣機嘅，呢邊洗衫晾衫。出翻嚟客廳呢邊，客廳開間咧有3.5米嘅。再嚟到就係呢個景觀陽台啦。景觀陽台朝北向。望出去嘅景觀咧非常之開揚啊！對面係完全係冇遮擋嘅，呢個視野非常之靚。俾大家睇下佢呢個景觀陽台呢邊嘅呢個空間嚇。我哋就入去休息區度先。先嚟到呢邊第一個房間。呢個房間嘅話咧，可以適合做一個書房啦。房間就冇配備到冷氣嘅呢間房。嚟到呢邊第2個房間，呢邊係一張5尺床啦，兩邊床頭櫃，咁隔離再做多個衣櫃嘅情況下嘅話咧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呢個房間嘅話咧係朝南向嘅，有配備到呢個冷氣機啦。最後就嚟到主人房啦，先睇下衣帽間呢邊先。呢邊有一個比較細嘅一個衣櫃啦，空間就非常之大嘅，都仲可以擺好多嘢。再睇下呢個套廁，一個比較長一個鏡櫃啦，呢個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。睇翻睡眠區嘅呢個空間，呢張係一張6尺床嚟嘅，兩邊床頭櫃。主人房嘅空間咧就非常之闊啦。咁佢呢邊呢個朝向嘅話咧都係朝南向嘅，光線採光亦都係非常之好啊。咁似而家呢個單位嘅話咧，業主放租係2500一個月嘅。係啦，咁如果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可以 call 我攞更多嘅資料㗎，或者關注我，我會分享更多嘅樓盤資訊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